新闻开始来看中国快艇伫金门并存案，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邀请海委会、陆委会官员来进行专案报告。一开始，那啲委员就为着听书甲原本这个报告号名叫《金门弄准案》来产生争议。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强调讲，这是一个无准名、无证书、无登记的非法渔船掠鱼掠过界，咱海巡署执法的案件。关碧玲嘛不满讲只有3分钟报告的时间。无当这调查委员高金素梅嘛不满讲，海委会提出的报告只有6页那尔。他们是回做。不闹事，我们要开会。为这船进行的定数发现顺序，拢发动假动的拿着伫会议内政委员会主席台进行客座会，正大声看来看去20分钟。要来专案报告中国船并存案件，海委会、陆委会官员全部拢伫边仔，真无简单达成共识抽口啊，佫因为微无够济，引起另外一波的冲突。这边还有委员来，就叫官员起来，赚东西啊！官员嘛爱尊重啦，官员起来。定数发现时阵，国民党立委要求海委会主委关碧玲应该为修改报告标题来回释的。民进党立委是表示，行政机关报告改名并不是第一例，一直到9点34分才正式开会，也压缩掉相关部会报告的时间。这个名称已经定了，管主委您给我的私讯里面说失礼了，对我失礼。其实呢，我看到了，我收到了，但是呢，因为我要维持这个召为在国会的尊严。金下水域的安全与秩序，您的时间已经到了。今天的专案报告，其实呢，我们只看到6页，实在是让召委还有在场的委员们有一点叹息。国民党立委抢头6个这船，除了继续询问为什么擅改报告的名，也质疑海巡为什么特别出事故迄时阵的执法影像。当天我们密录器是够用的哈，但是当天这一艘船它本身的配备就是一个 V8。我想要请教海巡兄弟们，到底现在有没有1人1台的密录器供他们执行做使用？目前不是这样配备，好，目前不是这样配备。那不是这样配备的话，其实我认为这就有行政上。关碧玲阁一摆表示，海巡无可能稳重，也指出会针对设备无够的所在进行检讨，未来调向每一位海巡人员拢务必落起来改进。海巡署甲中方代表已经进行15摆协商，对于进错甲赔偿问题依然无结论。不过金门立委陈菊珍透露，附属的部分已经有初步共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